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开始今仔日早场的礼拜，请咱将咱的手机调伫震动还是关机。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三个吟诗，圣诗25首，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请起立吟全首。当等人类所不夸我。
请咱犹原徛咧，咱要用四德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那这请坐。三间的交托启应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1篇，上时也是耶利米17章。启应文51篇，伫圣诗的后面1093页，咱要用交托的方式来读。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因踮伫旷野大蛇的所在，伊会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看路。这是咱同心三甲来祈祷。创造宇宙的主宰，愿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活命甲平安，带领阮经过一个农历年。伫新春过了后，阮阁要一摆立志，定义要军队的主，互阮伫通过你的话，用信心来规划合你心意的计划，互阮阁有能力伫侪事的听候中，合适保持愿望，我靠你来经历人的心袂捌想到的美妙恩典。求你赐予阮智慧的心，会晓警醒孝顺家己的日子，亲像迄个领5000两的萝卜，把握机会就通得到主人的报赏。搁着学约瑟的款，伫风声顺境的时，为打远来做准备，无因为眼前的平顺来宴乐。互阮无论伫健康、伫工作、伫事业、伫甲上帝甲人的关系中，拢通把握现在，为未来的事做充足的备办。亲爱的主，过去这一礼拜中，测试阮伫暗静中有侪得罪上帝，也得罪人的事，阮要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求主的怜悯赦免阮的过失，求你帮助阮，互喜乐甲平安无离开阮，互阮有智慧，无去计较人的歹。求主活伫阮的内面，假使阮行公义、好怜悯，有一粒谦卑的心来跟对主。教会的肢体中有失丧的，求主的安慰、平安，加添因的信心；身体欠安的，求主施恩医治；软心倒退的，求主看顾加添力量；当兵出外的，有主的平安临在。这时，我要恳求圣神保惠师临到伫你圣会的中间，拄开撒旦魔鬼的脚叉，通过吴牧师的嘴，开掉你的真道，刺察阮的心，成做阮的帮赞。阮伫新春的时，同心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
请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6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6节。现代中译本第12页，现代台语的译本第24页。伫咱周杯后面嘛有圣经。现着我来读。阿伯人的某撒来无生囝，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撒来甲阿伯人讲：上主互我未生，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兼采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阿伯人听探撒来的话，阿伯人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互伊的丈夫阿伯兰做某。迄时阿伯兰已经住伫迦南地10年。伊甲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夏甲知家己有身，就看轻女主人。撒来甲阿伯兰讲：我受委屈，拢是你害的。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伊一个知家己有身，就看轻我。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阿伯人对撒来讲：伊是你的女婢，你会当照你的意思对待伊。撒来甲伊苦毒，伊就逃走，离开撒来。第7节，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迄个水泉是伫要去苏珥的路中，上主的使者对伊讲：撒来的女婢夏甲，你对倒位来？要去倒位？伊讲：我对我的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上主的使者对伊讲：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顺服伊。上主的使者搁对伊讲：我要互你的后代做甲袂算得。上主的使者搁对伊讲：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伊会亲像野驴，伊要攻击人，人嘛要攻击伊。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夏甲就称呼迄位对伊讲话的上主做看顾的上帝。伊讲：我看起上帝，我竟然要活的。14节，所以这个井就叫做比利纳海来。这个井伫加地斯甲巴列的中间。后来夏甲甲阿伯兰生一个后生，阿伯兰就甲伊就号名叫做以实玛利。夏甲甲阿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阿伯兰86岁。圣经读到这，这时要请圣歌队来赞美。今仔要学到的诗是悲伤的情景。
正道，即是要请吴牧师今仔要分享的主题是上主听起你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昨昏是元宵，所以我毋知影咱大家有食圆仔无？无食圆仔不要紧，安尼就表示无大智慧。所以今仔日可以当继续少年。愿上帝平安帮助咱。今仔日阮昨昏有对钟天兄甲钟天嫂做伙有拜访老爸的最后一场，所以因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所以我嘛有特别准备，我有特别预备华语的讲道片，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后面会预备中文的讲道片，这样你们可以听的话会比较完整。未来我应该嘛会伫台语场内底会备办这个几场，假使咱若想讲会当对照，会当听较完整的讲道的话，会当来索取啦吼。不过行有几分的因为咱的服侍当讲道讲，大家拢听有吼。不过不管安怎吼，准备落来，我想是无问题。准备就是一个欢迎 welcome 的过程。实际上，咱爱欢喜欢迎来过这一年，所以我嘛要邀请咱大家用这个欢喜平安、互相请安的方式，咱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来讲，可能已经过新年，袂当讲新年恭喜吼，爱讲愿上帝赐你今仔日平安，今年平安啊吼！来，请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握手，会当爬起来不要紧，会当爬起来。嘛会当甲伊握手讲，愿上帝赐你今年一切平安。这是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引带阮，互阮听见你的话。阮知，阮伫苦难的时，你拢听见阮你后叫的声，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现代安宁照顾运动的发动者桑德斯，伊捌伫收容末期癌症的病院英国的圣约翰病院内底担任真侪年的护士。伊知影，人若拄着病痛，伫上尾的过程内底所拄到的迄款的痛痛，以及心灵需要的安慰，所以伫1967年，伊就伫伦敦，英国伦敦的郊区的外面，创办第一间的安宁疗养病院。这间病院叫做圣克里斯朵夫安宁医院。伊透过这个病院设立这间病院，其实就咧宣扬一件代志，就是对中古世纪开始，就咧宣扬讲人爱有好死这项代志。换一句话来讲，毋通因为台湾人还是台湾社会真禁忌讲死，总是伊咧宣扬讲，其实好死就是一件好代志。伫伊看过遐尼侪人的苦难了后，有一遍记者咧问伊讲：当你伫遮的苦难、病痛、拄着病痛的人的边仔，你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伫倒落？伊是安尼回答：伊讲上帝并无阻止遮个困难的代志，伫这个自由甲危险的世界中来发生。总是上帝伫咱拄着苦难的时，伊要甲咱做伙来分担。这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生囝，
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煞来甲阿伯兰讲：上主互我袂生，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检采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阿伯兰听叹煞来的话，上主捌对阿伯兰讲：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然后阿伯兰就相信上帝，这是15章咱顶边所读到的故事。既然煞来未生，然后上主的条件叫做只要对阿伯兰所出，那安尼煞来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阿伯兰照当时的风俗，甲伊的女婢夏甲同居，通得到后嗣。这个台语讲，检采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讲，检采我会当透过伊来建立。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煞来要建立的是啥物货？煞来要建立的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家。对煞来来讲，无囝，就亲像伊甲阿伯兰的这个家无完整，听有意思吼？无够完整，无完成。这种方式，咱读到的这种方式，用现代社会眼光来看，检采是真歹想象。总是伫古早的世界内底，这种方式毋那是合宜，上时也合伫当时的社会规例。因为考古学家挖出伫公元前2000年，不管是女尸还是阿述的婚约顶头，拢安尼写明：若某未生，伊爱为丈夫安排一个替家己生的人。事实上，上出名的汉谟拉比法典顶头146条，也有同款的规例。创世纪16章第30到第40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伯兰的某煞来就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互伊的丈夫阿伯兰做某。迄时阿伯兰已经住伫迦南地10年，伊甲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夏甲知家己有身，就看轻女主人。所以夏甲即时就变做现代有一个语言叫做代理孕母。我要坦白大家讲，这项代志伫台湾还未合法咯吼，还未合法，伫台湾还未合法。不过伫有一寡国家，这项代志是合法的。夏甲就变做代理孕母。这个计划真顺利，所以真紧夏甲就怀孕。不过煞来的未生，互伊非常的敏感。夏甲怀孕，互伊产生自信感，伊感觉伊比伊的女主人较厉害啊。看家己甲煞来平等，伊认为囡仔伫伊的腹内啊，伊的丈夫就伊的主人啊，伊的主人嘛是伊的啊。创世纪16章第5节到第6节。是安尼记载，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煞来甲阿伯兰讲：我受委屈，拢你害的。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伊一个知家己有身，就看轻我。我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阿伯兰对煞来讲：伊是你的女婢，你会当照你的意思对待伊。咱爱知影阿伯兰听叹煞来的话，就带伊的女婢。啊，结果这个时阵，煞来煞台讲啊，拢厉害啦。不过阿伯兰无提出
抗议，有可能伫即个过程内底，咱知影伫一个厝内底吼，厝遐内底，有可能阿必然也纵容杀来下甲。总是伊有看出杀来会惊吓，杀来惊伊的丈夫新的来的旧的就来去杀，杀来嘛惊互人放杀，互人取代迄款的惊吓。因为安尼，伊就讲无，伊本来就是你的女婢，照你的意思。所以咱读着线内创世记26章第6节第尾段，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撒来，甲伊哭毒，伊就逃走，离开撒来。读起来撒来有够恐怖的吼，敢若真恐怖共款吼。总是原文是啥物意思？原文其实吼，真歹翻译，因为原文是带放转去原底的位置，听有意思吼？得放转去原底的位置，得转去做女婢啊。原文是安尼意思吼，所以毋通掠做杀来偌凶恶咧，来苦毒。是啦，就是转去做女婢。变做就是转去做女婢的工课安尼尔，总是这个时阵下家就挡袂牢，有可能嘛是上来毋茫讲会当摕掉下家迄款家己掠做骄傲的态度，总是下家挡袂牢就逃走。咱来知影古早的世界无明白，现在咱拢了解这项代志，怀孕这项代志，其实是查甫的甲查某的拢有利害关系。听有意思吼？这是现在的人的想法。爱知影古早的世界是安尼想，古早的世界是想讲查甫是夜精子入去女性的腹内，女性只是生囝的机器鸟，负责生囝，若生出来安尼鸟。听有意思吼？所以古早的世界，咱想象这样代志，甲现在咱所理解的是无共款的哦。所以传统的观识认为阿必然咧做这样代志，敢若伊对上帝无信心。总是这应该毋是事实，因为阿必然对上帝遐得到的消息可能无够完整。伊甲撒来只是想讲要试。是毋是安尼的方式有可能？因为即种方式，大家普遍拢会当接受啊，嘛，大家拢是安尼行，所以伊只是试即个可能性安尼尔。创世记16章第7节是安尼讲，刷落去，咱做伙来读即条经节来。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迄个水泉是伫要去苏尼的路中。夏甲是埃及人，所以伊想要走转去伊的故乡，是应该是真自然的代志。苏尼是伫西奈半岛的北势挖近埃及的一条出名的古早的路顶头。这条路叫做王Kims 王的道，对东去。埃及驶到这个约旦河。近代女性的神学家是非常重视夏甲所讲的故事，伊要提醒咱讲，夏甲的身份是外人，是奴隶，是妇人人。总是上帝却会记起伊，听见伊伫旷野内底的嚎叫。这也是咱读到的这段经节，也是伫圣经内底第一遍出现所谓的天使、上帝的使者，所谓的天使这项代志。天使，咱未来检测会伫圣经内底读到真侪遍，所以有机会咱会当搁较深入来讲。总是简单来讲，所谓的天使，也是上帝的使者的意思。
是古早的王真歹甲百姓直接沟通，无亲像现在，迄只要总统伫电视叫媒体来翕讲出来，就大家可能真侪人拢会当知影伊咧讲啥。总是古早的王无亲像咱今仔日，所以古早的王拢需要使用书架来代替伊讲话，去到无共款的所在代替伊讲话。所以当书架伫一个正式的场合用第一人称就是我讲话时阵，听的人会当理解，这毋是伊咧讲话，是传达王的话、意见。政策或是决定，像是这也反映伫当时的古代文献内底。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使者就是伊的代言人。创世记25章第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应该是16章的第8节，真歹势吼，16章的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上主的使者对伊讲：撒来的女婢哈甲，你对倒位来？要去倒位？伊讲：我对我的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咱来知影哈甲性命的主题，就是伊捌做奴隶、受限制、受捆绑，然后伊逃走，伊流浪。事实上，对咱每一个人也同款，咱有时阵也会袂晓，毋知要去到倒位。检采上帝就透过伊的使者，要对咱讲：先停落来，好好想看你对倒位来，要去倒位吧。就亲像即时的下甲，伊只知影伊挡袂牢，伊只想要逃走。总是伊还未备办好领子伊下一个身份，所以天使使者也是用伊头一个身份，叫做啥物货？撒来女婢叫伊啊，听有意思吼？伊毋是讲下教哦，伊是讲撒来女婢下教哦。安尼天使是啥物货？用伊头一个前一个身份咧叫伊。创世记16章第9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的使者对伊讲：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顺服伊。检采咱会对上帝即时要对下家的话感觉着惊，就是焦急，因为咱心内底拢是会期待讲，上帝敢毋是迄位偷放人、互人自由的上帝嘛？他会即时讲叫一个走出来得到自由的人讲啊，你搁转去。实际上，天使是咧对下家讲，你的方向毋对。伫你还未备办好领子你新的身份的时阵，你应该转去。咱若还未备办好，咱会走无去。迪罗尔·威廉斯这位女性的神学家就安尼指出，下家第一遍甲上帝见面，一点仔拢无得到偷放，因为伊的处境是啥物货？伊对倒位来，伊伫厝内底互人苦毒；伊要对倒位去，伫旷野爱面对苦难甲死亡瓦棍，听有意思吼？去转去也毋是，头前是死亡甲苦难的。虽然上帝爱下家转去，总是上帝互下家有资源、有五望，互伊来度过遐个时日。创世记16章10节到1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我要互你的后代做甲未算得。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
咱来知影这段伫路加福音有可能共款出现，不过出现的后壁即字无啥共款。天使应允伊讲：上帝已经听见你的苦情啊，转去吧，转去领子，因为你只有转去，才有法度有真做下一个身份的开始，就是真做一个老母。假使咱的方向对，上帝就会赐福，就是一时会受苦委屈。总是假使咱若会当亲像夏甲，咱去学承受新的身份甲挑战，是去也毋是，转去也毋是，两边拢真艰苦。总是咱若会晓去面对，就会当得到新的身份的祝福。夏甲之约是亚伯兰之约刷落来的第二个，伫新创世纪内底，咱读到真要紧的约。这是一个约哦，是上帝亲嘴应允，予一个伫旷野有可能永远要死去的妇人人的约哦。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约。然后上帝讲，这个祝福要伫你的囝以实玛利身躯顶头来实现。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讲，你所流的目屎，你的委屈甲艰苦，我拢听见啊。这个应允实在非同小可，因为这表示上帝毋但关心遐个信伊甲伊立约的亚伯兰甲撒来，伊嘛关心一个性命陷入苦境，要进也困难，退也困难的人，伊听见了后，就委身伫因的艰苦内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信靠的上帝。创世纪16章第12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会亲像野驴，伊要攻击人，人也要攻击伊，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迄个第一句叫做伊会亲像野驴，希伯来文是做伊会是人中间的野驴，人中间的野驴。咱来知影旧约伫圣经内底时常用野驴来譬如遐个无受束缚、自由来去的人，自由人啊。所以伫传统的诠释内底，解说做野驴是解说做以实玛利未来真袂顺服，搁若野驴共款，甲人对头。总是咱爱知影，这个所在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咱应该理解做上帝应允一个奴隶囝，以实玛利无搁真做奴隶，自由，伊未来是自由来去，无受束缚，亲像野驴共款。听有意思吼？咱爱理解做安尼。咱来翻译做伊要攻击人，人嘛要攻击伊。原文应该翻译做伊的手甲人相对，人的手甲伊相对。所以相对的意思有可能是攻击。所以圣经的翻译其实是照传统的理解，认为以实玛利未来的人际关系是对敌，甲人是对敌甲相敌。总是咱若照原文，有可能更较好的理解是，未来以实玛利要甲别人的势力相当，听有意思吼？未来以实玛利伊的势力要甲人相当，享受平等的权利，安尼的解说可能较好势。未来以实玛利无搁亲像奴隶，
受压制、受辖制。随上，咱来知影上主的这个祝福，事实上嘛，伫现在的历史内底得到印证。因为以实玛利其实就是现代阿拉伯人的祖先，伊的势力是甲人相对，所以是手甲手相对，是平等的。创世纪16章第13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夏甲就称呼迄位对伊讲话上主做看顾的上帝。伊讲：我看见上帝，我见人要我地。夏甲真着惊，发现讲：我伫旷野呢，我伫离开阿伯兰所起的迄个祭坛。迄个所在真远嘞！既然我会当伫遮拄着迄位毋但看见我，同时也看顾我的上帝。不过，是若敢对即句其实有真侪讨论甲争辩。原文应该有2句话，第一句话应该翻译做“你是看见的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第一句话是迄个夏甲的信仰告别。伊信仰告别讲：上帝啊，你看见这个代志发生，你嘛看见我。这是一个信仰告别。总是第二句话，较原始的经文是应该安尼翻译做：我应该有乌字出来吼，好好。伫遮我嘛看见。迄个看见我的嘛，所以2句吼，这是两个意思吼。伫遮我嘛看见迄位看见我的嘛，很饶舌呢吼。唔知影咧讲啥呢吼。总是换一句话来讲，这是夏甲咧问家己，伊讲，有可能伊无直接看见上帝，总是伊知影。伊捌伫现场，伊有看见迄个捌伫地搁离开的上帝，伊的记号就是婚约。听有意思吼？伊感觉伊有看见，伊看见的毋是上帝吼，伊看见的是迄位捌伫地，总是搁离开的上帝，伊的记号就是婚约。咱来知影，当人咧卖血，毋知要去倒的时，咱会掠做家己实在是无人看重，无人注意。上帝迄时会互咱知影，伊对头到尾咧看顾咱，所以夏甲才有勇气通转去伊所得走的家。因为伊拄着迄位看顾伊、知影伊生命中一切的上帝，上帝要祝福伊，互伊的囝儿，嘛要祝福伫伊的父的身躯顶头。伫上帝伫地佮离开的证据，就是即口井。所以创世纪16章1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所以，这个井就叫做比尼列海来。这个井伫加底斯加巴勒的中间。这口井的名真有意思，原文叫做“看顾我的永生的井”。迄个看见我永生的井。创世纪16章15节到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后来，夏甲甲阿伯兰生一个后生，阿伯兰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夏甲甲阿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阿伯兰86岁。这2节也是一份真简单的家谱。伫圣经中的家谱，咧说明阿伯兰第一个囝以实玛利的出世。伫圣经中的家谱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
发生代志，人的年纪、家长的名、户下的名，伫遮拢照啊，对无？发生代志的时，家长的年纪，然后家长的名、户下叫啥物名？所以这嘛是一份简单的家谱。这也证明上帝要互下界应允开始，伊是迄位听见人陷入苦情中，咱呼叫伊，伊要应答的上帝。新圣诗612首是古早有可能真侪人拢熟悉，叫做敬牛好歹，古早叫做是主所定。后来即摆翻译做变化无定，因为原底创作的人其实嘛毋是写讲是主所定哦。敬牛好歹，当主所定，有当时也是人雕工地意的拄着的哦。人所做所拄着，所以后来即摆的翻译翻译做变化无定。这条歌其实是史蒂文牧师甲伊的某所写的。代志是安尼，有一天，这个马丁牧师伊要出外港岛，伊的某破病，伊咧烦恼，我要出门，也是要顾阮某，伊咧烦恼。然后伊的囝就代讲：阿爸，假使上帝爱你今仔日去港岛，敢讲伊袂亲手照顾妈妈吗？所以上帝就透过伊的囝，互牧师信心，所以伊去港岛了，转来，伊的某已经好啊。结果伫遐咧写这个词，就拍伫迄个岛顶咧写这个词。伊看这个词了，就来谱曲，就完成这条歌。这条歌是安尼写，讲新圣诗612首。经牛好歹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点出是的稳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大日的歌，大日传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后来这条歌就变做探访病人，就是亲友离开世间，时常咱会吟安慰的诗歌。上帝在照顾咱，因为苦难会互人感觉孤单，苦难会互人感觉家己是无人知、无人看、无人保护，苦难会互人失去希望，总是听要来，伊要克服一切。诗人是安尼确信来吟唱讲。诗篇121篇第40到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2012年，美国发生一件互全美国着惊的一项代志。就是桑迪福克小学内底发生一个少年人提枪入去黑白弹，后来包括这个少年人在内，总共28人，囡仔哦，拢大部拢囡仔。这个举枪入去的是少年人，后来自杀，28性命就伫这个过程来丧失。伫这项代志了后，真出名的《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的作者叫做 Maureen Dong，
伊伫即个伊的专栏顶头安尼写，伊讲发生这样代志，虽然我犹原有迄个是安怎、为什么的问题，总是我无要搁问上帝啊。咱拢是有限的平常人，咱拢会受苦，会死亡。伫苦难甲死亡的中间，咱要怎样互相来对待？互人感受到上帝的临在，来得到安慰，是搁较要紧的。聆听接近，会互破碎安慰，会互伤魂得到好，会互性命搁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就亲像夏甲。咱行伫一条毋知要去倒的路，咱受到苦难的打击，对来的所在感觉袂晓惊吓，总是要去的所在，咱嘛感觉袂晓，总是但愿保护以色列的主，迄时会听见、看见咱，也愿咱互这个听吸引、受好掉。咱会当学着去到迄个苦难出声的所在，聆听接近，互性命搁活，做伙来祈祷。主，你知阮拢会拄着艰苦，有可能阮伫迄时阮后叫，我毋知要安怎。都亲像夏甲共款，主求你怜悯阮。有时阮头前行无路，后壁搁找无人。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因为阮知你是听见阮苦难的上帝。你要甲阮做伙伫地，你要赐阮智慧，你要聆听来接近阮，你要互阮的性命亲像死搁活，互阮来过即款的人生，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表伫我心。这是三甲来吟圣诗520首。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乐听，请起立吟全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乐听，愿你假使愿三听，温柔搁谦卑，热情那个天，大日高客机，听人亲像你，求。地主的脚步，真心听别人，主心看耶稣，赞愿较实在，你是上君王，万岁望远。你的归来大。
为愿到世至，多多这三听，互愿无放弃。请坐，即时要来奉献，咱要请穆桂英甲殷丽芳两位执事来施献。也这场今日，咱要来吟奉献的诗。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有这个好运，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学乐你。阮祈求你的信心会当教阮三角，会当教阮时常伫地。即时阮奉献阮的金钱，是要做你事工的路用，愿你欢喜来接纳。阮的祈祷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也这请坐。消息报告的大众，咱来看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天书单第一页。我念一遍，兄弟来念两遍。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诗篇121篇40、50，请。以色列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诗篇1篇40到第50。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诗篇121篇第40到第50。来看周报。下周的事项，请事项的同工特别来注意。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事项，若有重大的，请即个办公室也是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
本日伫财务部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7控1室要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下主日3月初3是要为着台湾女子新人院募款欢迎曾淑珍牧师到本会来请安分享，为台湾女子新人院的事工来关心甲代祷。迄天上时是妇女事工的纪念日，请为着这个事工来代祷。3月份伫月的中集长老是我本人，执事是殷立峰执事甲黄玉石执事。主日2的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教楼召开，请老师甲同工出席参会。教会消息：3月份的祈祷会伫3月初2拜六暗时7点，伫6楼的副堂来举行。3月份咱的主题是两性平权的祈祷会，请为着这项事来备办心。教育部装备的课程最伤心人的好朋友，这应该是关怀部、教育部甲团队部来共同主办吼，是伫3月初9拜六顶埔9点到12点，地点是伫705的教室。112年学年第1学期的历学金的申请，请有要申请的子弟，将这个成绩单影本交到6楼的办公室。杂志的时间是3月3初3，请伫这个杂志前将相关的资料交到办公室。具体消息，本会陈友兰姊妹定伫今仔2月25日点半伫教会已经举行这个个别礼拜。另外，本会张雅敏姊妹定伫2月28拜三顶埔10点伫咱教会4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为遗族来代祷。东门国小的停车场的车位要予家属甲牧者来停。本会5楚兄弟已经伫2月24拜六伫桃园殡仪馆做举行个别礼拜，请继续为遗族来代祷。教界消息，新竹中会少年部、事工部北区的座谈，伫3月21拜四顶埔9点半到12点，咱要邀请讲师是周鸿先，主题是总世代相连甲时尚的生活美学吼，地点是伫内力教会吼，报名费是100块，要有午餐请这个上联这个李庆忠长老来报名吼，3月初10这个杂志吼，报名了后，请咱自行前往吼。新竹中华商业部、事工部伫春季的旅游是要去日本的北海道5日游吼，5月20到24吼，相关的费用请咱家己来看。其他消息是合作社李干事会伫3月初3中昼12点半伫701要即召开，请李干事出席来参加。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昨昏有甲钟天兄、甲钟天嫂以及厝内底的人做伙伫即个殡仪馆以及平安园来举行日暮个别甲安葬的礼拜。今仔日因即个两人有在现场啦吼，咱请因徛起来，互咱来欢迎因伫咱中间吼。嘛求上帝特别为因兜所有的人祈祷。求上帝安慰，就甲因做伙伫地，吼，咱伫等一个点半，伫这个所在也有要举行幼男节的个别礼拜，所以欢迎咱大家兄弟姊妹啦，这个礼拜线咱拢有提供爱餐，所以爱餐了，咱会当留落来甲因做伙，然后幼男节伫刷落去我的底家属。去到因要囥伫北海湖座，因要囥伫北海湖座，所以会去到3支，我会陪因去，家属去就好吼。所以假使咱也愿意，咱会当留落来，甲因做伙来参与，愿上帝平安，就甲
最近才失丧家庭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地，像是刷来即个礼拜三，咱特别为着阳明节，要伫即个所在来举行个别礼拜，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因为阳明节的即个大家甲大官是过去伫公馆教会牧会久的牧者，所以因兜有拍算有真侪的牧者家属会来，所以到时阵咱已经为因备办好势伫即个东门国小。不过咱的会友，我要邀请咱大家就卖迄天就卖停，互因来停就会使互因来停。愿上帝帮咱扶持也安慰，特别是甲因做伙伫地。刷落，我嘛要特别提醒咱大家伫刷落的拜六暗时3月份对1月份开始，咱今年度的每一个月的第一礼拜的拜六暗时7点到8点。咱拢会举行祈祷会，然后每一个月拢有一个主题。咱今年其实是特别要为着遮个其实后壁有一个 hate me too， 其实是为着遮个过去捌受到侵害的遮个女性来祈祷。总是袂当只有为女性，无为着男性啦。所以，这个祈祷会的主题就叫做两性平权啦，所以为女性祈祷嘛，爱为男性祈祷还会使啦，所以咱特别为着，因为上时也是妇女主日的进程，所以咱后刷来这个拜六，咱会有这个祈祷会，所以特别伫遮邀请，假使咱也愿意，伫拜六的暗时，咱就做伙来为着遮个代志来关心祈祷。地点是伫咱的教会6楼副堂的所在，所以请毋通惊毋着所在6楼拜六的暗时7点到8点。这时咱要来吟落尾编的诗上营389首，上营389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吟全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电乐灭岛。平安礼，请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喂，